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伫前4个礼拜，咱已经有连续通过圣经来讲到关于圣神12个比喻。但毋知这12个比喻，你会记得几个？文灿啊，你会记得几个？一个。咱拢总已经讲到12个，圣神亲像风，亲像气，亲像钱仔。钱仔就是咱讲的粉鸟。圣神亲像火，亲像水，亲像膏油。圣神亲像灯，亲像印，亲像冰具。圣神亲像目睭，亲像角，亲像杯的链仔。今仔日，咱续接要来讲3个比喻。圣神亲像手，亲像衫，亲像主爱的老母。希望通过这15个比喻，咱对着圣神的现象、圣神的工作以及伊的本质，咱会通有更较好的了解甲体会。咱首先来讲圣神亲像手。圣经内面有超过100几节的经文，拢讲上帝的手，用上帝的手来代表上帝的创造、拯救、眷顾、管教，甲着扶持的作为。上帝的手有创造的权能，诗人常常用上帝的手来形容上帝的创造。出名的诗篇第8篇内面就安尼讲。讲我看见你的天，你的手所做的，甲你所摆列的月甲星，就讲世间人是虾米，你笑念伊；人的囝算虾米，你竟然眷顾伊。咱有机会通去看现代天文学，侪对着天顶的星神的研究，你会感觉咱人实在是非常的微细。总是上帝悠然顾念咱。伫文艺复兴的时期，出名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，当伊要表达上帝的创造的时阵，伊画一幅图，就是用上帝的镜头啊来触动亚当的镜头啊，用安尼来描写上帝的创造。这个艺术的表达，确实感动侪人的心。伫中国世纪也有不少这的画家，因有缘用上帝的手来象征上帝的临在。咱看到这个投影片是1123年的一张壁画，所画的就是上帝的手。那上帝的手，毋也是创造，上帝的手会通施行拯救。摩西几啊届对着以色列百姓安尼讲，恁就会记住，上帝通过伊大权能的手，伊所伸出的手骨来拯救恁，互恁对埃及原本做奴隶，总是拯救恁通得到自由。上帝的手毋也是会通拯救，上帝的手嘛是关怀甲照顾的手。诗人感受到上帝对着伊的关怀，就讲：关系我的代志，耶和华要成。耶和华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求你目的放下你的手所做的。啊，上帝毋也是照顾人，上帝嘛照顾有活命的物。所以诗人佫讲：当你展开你的手，才会活物就会通得到好物，通来食饱。啊，上帝的手毋也是咧照顾，上帝的手有的时阵嘛会管教。圣经内面有一句话，咱爱听入去伫咱的心，讲上帝所听的，伊会管教伊。敢若亲像咱做老爸老母，对着咱的儿女，咱有的时阵会管教伊，是出伫听。上帝对着咱嘛是共款，有的时阵伊会用伊的手来管教咱。用这款缘故，所以彼得安尼讲，咱着家己谦卑伫上帝面前，
降服伫上帝大溃烂的手下，若是咱会通降服，有一天伊就会通甲咱提升。那上帝手毋仅是关怀、照顾，然后管教，要紧是上帝手帮助咱会通得到胜利。诗人感谢上帝带领伊的祖先，会通进入到伫迦南地，伊向上帝做一个信仰告白，安尼讲：阮的祖先毋是因为刀剑来得到土地，嘛毋是因为因的手来得到拯救，那是因是因为你的正手，你的手骨，你所伸出来的手，你带领因通进入到伫迦南地。兄弟姊妹，当咱欢喜遵探上帝的诫命，欢喜接受伊对咱的管教，也咱倚靠伊的气力，上帝就要高举你，伊要高举你，互你伫耶和华的手中，亲像水的王冠，常时伫伊的手掌，正做绵羊。咱有一句话讲：手掌明珠。当咱欢喜顺服伫伊的时阵，伊将咱看作是珍珠宝贵一样，放伫伊的手。当咱讲圣神亲像手，这个比喻，咱该会通看到的是对以西结书伊所经验到的来去了解。以西结书一个开始就安尼记载，讲耶和华的话特别临到伫以西结，然后讲上帝的手放伫伊的身上。但伫以西结书中间，拢总有6解。以西结讲上帝的神将我举起。伫第3章第12节，伊安尼讲：我经验到上帝的神将我举起，我听见我的背后有大震动的声，讲耶和华的荣光对这个所在来显明，耶和华应该得到学乐。然后伫第3章14节，伊感受到上帝的神要带伊去一个所在，伊讲上帝的神将我举起，带我去。迄个心，我的心真艰苦，我的心情非常的激烈。耶和华的手伫我的身上大大有气力。伊感觉艰苦，伊感觉激烈是安怎？因为耶和华上帝要带伊到一个所在，迄个所在就是以色列人被掠到伫巴比伦的所在。到伫第8章第3节，伊搁安尼讲，讲伊亲像伸出的一支手。揪头我的头鬃，将我举起伫天地中间，伫耶和华所看见异象中间，伊带我到一个所在，就是带我到伫耶路撒冷500内院的门口。当我到伫迄个所在时阵，我看到一个景象，就是竟然以色列百姓伫耶路撒冷的圣殿，伫遐咧敬拜偶像。佮伊将我的神举起，互我到伫耶和华殿东的东门。伫遐我佮看去，迄个所在有25个人，拢是民间头人的囝，嫁着因才会有出名的人。我竟然看见因伫迄个所在咧拜偶像。以西结讲：上帝啊，原来阮的百姓会流亡。被掠到伫巴比伦，实在是因为阮大大得罪着你。线接到伫第11章，伊阁讲上帝的神阁将我举起，互我对伫上帝的意象中间，带我到伫加勒底，就是被掠的人的中间，爱我到迄个所在来成做一个守望者。所以上帝有愿应允，有一天伊要将受掠的以色列百姓。带倒来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，有一天，伊要来兴起耶路撒冷的圣殿。所以到伫以西结最后40几章的所在，伊阁讲，最后一解讲，耶和华的神将我举起，带我到伫圣殿的内面看，迄个时，耶和华的荣光要充满伫圣殿。伫这几段的经文中间，以西结先知伊拢经验到一项事。上帝的神亲像手，将伊举悬，带领伊到伫耶路撒冷城，带领伊到伫被掠地，带领伊看到济济的景象。
圣神亲像手，是咧讲上帝的圣神，敢若亲像上帝的手共款，伊有创造，伊有拯救，伊有引带，伊有扶持，伊有看顾，上时伊会通将人高举。圣神亲像手，有诶时阵要掠着咱，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施行伊的作为。捌有一个传道人，伊安尼形容伊家己本身的经验，伊讲。上帝神敢若伫一个水平线顶悬来回咧移动。当人有心侍奉上帝，伊的生命会浮出伫即个水平面顶面。迄个时，上帝的神就掠着伊，互伊成做上帝手中会通用的器具。当咱若较无成做上帝的器具，当咱备办咱的心好，要来做伊的萝卜，咱。神就浮起伫即个水平上顶悬，圣神亲像手要掠着你，然后将你高举到伫一个属灵的高度。兄弟姊妹，咱若较无真正诚做上帝好的儿女，诚做上帝好的萝卜，咱就常常仰望圣神亲像手来临到伫咱。诗人讲：看萝卜的目睭。安怎仰望主人的手？女婢的目睭安怎仰望主庙的手？那咱做耶和华的萝卜，咱也着安尼仰望耶和华咱的上帝的手，直到伊用伊的手来怜悯咱。感谢上帝，因为伊欢喜用伊的手来扶持伊的萝卜。咱通亲像这位诗人所讲的同款，伫咱所做的任何代志。包括咱的事业，包括咱的家庭，包括咱的婚姻，包括咱对着子女的教育，包括咱伫教会济济的侍奉，咱拢会通仰望圣神亲像手来扶持咱、带领咱、帮助咱。有的时阵是伊伫咱，特别当咱家己感觉咱的灵性软弱无气力的时阵，咱愈需要恳求圣神亲像手。来将咱高举，但圣神毋也是亲像手，圣经也要互咱看去，圣神亲像衫。伫咱所读路加福音书第24章49节，这段的经文，汉文的圣经是安尼翻译。伊讲：我要将父所应允的降临伫恁的身上，这指的就是圣神。但恁着伫城内来听候。得到恁领受对顶面来的权能。这段汉文的翻译，若是照着原文，伊是安尼翻，伊是讲，恁着伫城听候，得到恁披上对顶头来迄个能力这领衫为止，将圣神的权能看作是一领衫，你披上这领衫，然后你就得到能力。虽然台语的圣经、巴克的圣经是安尼翻译，讲恁着听候对顶面落来的权能，亲像衫甲恁穿。圣神降临要亲像甲你套一领衫，互你感受到能力伫你的生命顶悬。但圣神亲像衫披伫咱的身上，一方面是要掠走咱的软者无够野所在，一方面。是要互咱敢若亲像穿一领特别服装的装备，这个服装的装备要加添咱特别的气力。咱若咧看电影，检测咱捌看过超人，捌看过蜘蛛人，即马阁有蚂蚁人，量子的时代内底阁有蚂蚁人，也阁有闪电侠。伫遮个电影中间，拢有一个共款的剧情，就是遮个主角原本是甲普通人共款。因甲普通人无两样，总是当因接受到一个命令，当因要去执行一个命令的时阵，因就将因迄领衫甲伊穿咧。这领衫穿了了后，因就会通得到一种特别的能力。事实上，未少的信徒有一款的经验，因家己本身认为讲，我只不过是非常平常的人，我若靠我家己，我实在是无勇气，嘛无气力。会通为着上帝做虾米款好的见证，总是伫因的生命中间经验着圣神临到伫因的时阵，
伫因的生命内面产生一种无法度去抵挡，也无法度无去做即种的勇气甲气力。圣神亲像衫，就是要互信徒会通得到气力，来去成全一寡因原本认为因根本做袂到的代志。咱家想，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时阵，遐个学生，耶稣原本所敬调这学生，因对加利利的所在来，因伫个所在无受到真好的教育，总是因竟然有法度用因将来毋捌学过外国的乡口来传讲福音。迄个掠鱼的渔夫彼得，伊第一届传道理，伊有法度互3000个人来悔改。显然，这是圣神临到伫伊身上，亲像衫踏伫伊身躯顶面所予伊即款的气力。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师，伊的名叫做 Harold Shock， 咱家翻做是宋和乐牧师。伊到伫香港传福音，佮去头去缅甸，然后到伫香港。伊到香港的时阵，广东话一句话都袂晓讲，总是伊犹原咧传福音。伊甲着一个差不多讲英文讲袂认得的一个人，敢若读册读到小学3年级，总是食毒已经超过10档。关伫监牢内面一个黑社会的老大，叫做倪汉生，伊竟然有法度引带伊来信主，然后因两个人同齐来创造一个团体，叫做互爱团体。因来推行叫做黑色的使命。所谓黑色的使命，就是讲因有一个任务，因要对伫黑社会背景要食毒的即群人、即群青年人，伫遐来甲因传福音，用福音来替因戒毒。圣神亲像衫披伫伊的身上，互伊有能力，通进入到伫黑社会内面，甲遮食毒的兄弟传福音。若毋是圣神的权能，伊袂通安尼做。但伫咱的信仰中间，咱加减会去经验到脱掉咱的旧衫、换新衫即种的经历。当咱过去也是罪人的时阵，咱敢若亲像穿一领旧的衫，这领旧的衫就亲像先知以赛亚所描写的。伊讲，咱拢亲像无清气的人，咱所有的义拢亲像垃圾的衫。咱拢亲像树叶渐渐高大，咱的罪过亲像风甲咱吹去。衫代表咱伫上帝面前所做的行为。先知以赛亚指出，有时阵咱掠做咱家己是公义的人，咱掠做咱家己行济济好事，总是咱所讲的义，咱所讲好的行为，伫上帝目睭前来看。犹原是欠缺，犹原是垃圾。咱会做，互咱将咱认为家己的义来吹走，敢若亲像虾米货？敢若亲像风在吹走遐高大的树叶共款。伫上帝面前，咱实在是穿一领破衫。有的时阵，当衫亲像树叶吹走的时阵，咱就变做赤身肉体。阿当甲夏娃犯罪了后，因第一个发现的代志，就是因伫上帝的面前是赤身肉体，所以因见笑毋敢见上帝。上帝即比因，总是上帝嘛怜悯因。圣经讲，上帝为着因用皮做衫来互因穿，来掠走因的赤身肉体。啊，上帝也嘛为着所有罪人。有备了救恩，耶稣基督称作是上帝羊羔，就是要除去世间人的罪孽。伊伫十字架顶牺牲家己的性命，将伊所完成的义，正做衫来赏赐予咱。耶稣基督的义要掠走咱的罪，耶稣基督所赏赐这领衫要掠走咱的赤身肉体。咱伫上帝面前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咱就亲像穿一领义的外袍、义的外衫。上帝看起咱穿这领衫，伊称咱做义。咱会通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实在是上帝有怜悯咱。怜悯咱原本所穿这领衫是遮尔垃圾，原本咱
人民咱原本伫伊面前是安尼的赤身肉体，所以伊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成做一领义的外衫来掠杂咱。耶稣伫路加福音书第15章讲一个比喻，浪子回头的比喻。这个比喻中间拄要甲咱指引，迄个天父上帝安怎运待咱。当这个浪子伊觉悟，伊醒悟，伊知影伊毋对，伊知影伊得罪天，得罪伊老爸时阵，伊回家倒去伊的厝。当倒去到伫厝的时阵，伊是全身躯垃圾。上时圣经讲，伊有饲猪，所以身躯还阁有只歹的味。伊的衫通我讲是佫旧、佫破、佫臭。若是伊老爸看伊倒来，心内欢喜，就吩咐罗卜讲：你将迄领盖好的衫摕出来互伊穿，将迄领盖好的衫摕出来互伊穿。当咱悔改归向上帝，天父上帝互咱穿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互伊的义成做咱义的外衫，互咱穿得，咱就通徛伫上帝的面前。兄弟姊妹。毋是咱的好所行，会通互咱徛伫上帝面前。是用耶稣基督所赏赐咱即领义的外袍，互咱罪通得到掠杂，互咱伫上帝面前无搁再是赤身肉体，互咱会通坦然无惊，到伫爸上帝的面前。当然，毋也是有即领义的外袍，圣经甲咱讲，做一个基督徒，咱也阁有一领衫。启示录第19章第7节到第8节，安尼讲，咱着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予上帝，因为羊羔带某的期已经到，伊的新娘已经家己备办好啦，就是互伊穿光明清气的幼甲布。这个幼甲布，汉文的圣经是翻做细麻衣，细麻衣就是古早遮的祭司因。伫圣殿咧服侍时阵，爱用即款的亚麻布所做的这个细麻衣，然后来侍奉上帝。伫即段经文中间，伊阁做一个注解，原来即个细麻衣也是幼骨布，就是信徒所行的义。耶稣阁再来，要伫地面上起做伊的国度，要来带伊遐个所有得胜的信徒，成做羊羔的新娘。互阮同齐有份伫即个羊羔的婚宴顶悬，才会受邀请的信徒，才会得胜的信徒，因会通穿光明清气的细麻衣。即领细麻衣，直接讲，就是信徒所行的义。必须爱注意的，就是讲，这毋是信徒伊家己有法度行出即个义，是因为因得到上帝恩典，得到耶稣基督的保护洗清气了后。搁伫圣神保惠师的帮赞，赢过因原本肉体软者所会通行出的一个义。所以基督徒通讲有两领宝贵的衫，一领是用基督为着咱所成的救恩，互咱因信称义。这领衫咱该称作是得救的衫。但是另外一领衫是一个光明清气的细麻衣幼甲布。这是咱伫圣神的引带下面，咱回应上帝呼咱的听甲恩典，咱所行出来的好所行出来的义，咱会通穿这领衫叫做得胜的衫，一领是得救的衫，一领是得胜的衫。第一领衫是咱对罪人被改变成做义人，这领是得救的衫。这是钉伫十字架顶的耶稣为着咱所成就义的外袍。若是后一领衫，咱称作是得胜的衫，是因为圣神点伫咱的内面帮助咱、调教咱，互咱会通行出甲上帝互咱的救恩相配合的义的行，所有遮的义的作为，对即个义的作为中间所编织来成一领光明清气的细麻衣。兄弟姊妹，当咱有一天，咱拢爱面对上帝。当面对上帝时阵，你有衫通穿无？你是毋是有这两领衫？一领是基督所要赏赐你义的外袍。什么人得到这领衫？什么人会通进入上帝国度？
总是咱还有一领衫，就是圣神踮伫咱内底，圣神伫咱的生命中间咧编织这领光明清气的细麻衣。什么人得到这领衫？什么人会通进入到伫羊羔所要带新娘这个喜宴？咱基督徒实在是非常的幸运。上帝赏赐咱两位保惠师，基督是第一位保惠师，通过伊的保惠，互咱得到救。现今伊原伫天顶的宝座，伫替咱祈祷。但是姊妹，你会记得讲述耶稣基督伫替你祈祷，毋是真牧师伫替你祈祷尔，毋是某咪兄弟姊妹伫替你祈祷尔，耶稣基督伫替你祈祷。第二，就是圣神正做另外一位保惠师，伊要引带咱进入救恩的真理，也常时赏赐咱各种的恩赐甲气力，致使咱身躯会歹所行，常时阁会通行各种的善事，互咱会通有能力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咱必须要注意，咱所讲咱人所行出来的义，是经过耶稣基督的保护结晶了后，才会通得到上帝的欢喜。因为咱有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洗净咱，所以咱所行的义，袂互咱自夸。什么人若夸口伊行好代志，什么人就毋是倚靠圣神，毋是倚靠基督。这款的好所行，伫上帝的目睭前，袂得到上帝的感纳，袂得到上帝的欢喜。总是咱经过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洗清气，咱所行出来的义，就是咧回应上帝互咱遮尔大的恩典。然后圣神伫咱的内面，咱顺探圣神来行，就通行出好所行。当咱行出这好所行的时阵，咱的确袂自我夸口，咱的确是讲遮个拢归荣光给上帝。实使咱若得到上帝伫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总是咱家己本身无在意，咱无要回应上帝互咱的恩典，咱的所行所做，犹原继续亲像属肉体的人，咱所行所做，犹原是垃圾污秽。那呢，咱所穿的衫，犹原是垃圾。将来审判时阵，你有基督的外袍，你会通得救。总是你迄领垃圾的衫，要互火烧掉，你也袂通得到上帝为着你所备办的奖赏。天父上帝恩待咱，互咱圣子耶稣基督做咱的保惠师，佮用圣神来做咱的保惠师，互咱会通穿得救义的外袍，佮互咱会通穿光明清气的幼挂布细麻衣。当亲爱兄弟姊妹，基督徒会通有这两领衫，这两领衫你有无？第三个，咱要来讲的是圣神亲像主啊的老母。介起头，咱读着圣经，讲着圣神，事实上伫创世纪，创世纪第1章的第2节，就安尼讲：上帝的神运动伫水面上，也是运行在水面上。运动也是运行，这个字伫希伯来文原本有两个意思，一个亲像啥物货，亲像一只鸟啊，伊有一个鸟仔兽，所以一只鸟啊，伫伊个鸟仔兽边啊，伫遐咧盘旋，伫遐咧飞。咱这个汉文甲讲做翱翔，伫迄个所在咧翱翔。台语用一个真特别的话，叫做拍裤飞啊，成衣裤啊，伫迄个所在咧飞。第二，还佫有一个含义。就是亲像一只家母，伊咧孵卵，孵即个卵，或即个卵原本是一粒卵，总是生出有形体的细只鸡啊。吕正中即个人伊真特别，伊将规本的圣经旧约的所在，照希伯来文改翻做中文，新约所在希腊文改翻做中文，所以伊真做家己一个人完成圣经的翻译。所以，这个版本的圣经常常受人引用。伫伊的版本中间，伊咧翻译这段经文，伊是安尼翻：伊讲上帝的灵复许在水面上。复许这两字真特别，可能咱一人拢毋捌读过，我嘛是第一届读着。但复许这是真有文学的一个人，也是讲古典文学真了解的人才会通讲出来的话。
这两字盖起头是对《礼记》，伊讲天地兴和，阴阳相得，许富益万物。徐就是温暖的气，玉就是老母，也是讲妇人人。意思是讲，当天地三合、阴阳三德的时阵，但安尼就有这个温暖的气，亲像老母共款，咧抚庇、咧生育、咧养育万物。所以父徐亲像啥物货？亲像老母啊，亲像一只家母咧孵鸡卵共款，用伊身躯掠扎迄粒鸡卵，互伊温暖的烧气来得到庇护，然后毋仅是互伊得到庇护，同时咧孕育伊内面的生命，落尾会通孵出一只有形体的一只细只鸡仔的生命。所以父徐的意思，就是将老母的疼的一个表现。当咱的主耶稣基督甲着尼哥底母咧讲到顶头生的时阵，伊对尼哥底母安尼讲：人若无顶头生，就袂通进上帝国。若是对肉体所生的是肉体，对神所生的就是神。耶稣伫这段对话中间是要讲，一个人会通顶头生，毋是倒去伊原本的老母的腹肚，佮顶头生出来，伊是倒去一个所在，倒去上帝人民的疼。对圣神甲水会通得到顶头生，所以对肉体生的是肉体。若是对灵所生的，则是神。换一句讲，顶头生，咱就爱说你讲顶头生。有当时啊，咱有一个人讲动头生，爱顶头生哈。圣神的工作，这是互咱会通得到顶头生。圣神敢若亲像一个老母共款，将咱生出来，将咱人生的生命顶头生出来。耶稣继续讲，风照着伊意思吹，你听可以风的声。总是毋知伊对倒落来，往倒落去。若是对圣神所生的，也是安尼。当咱也毋知圣神对倒落来，对倒落去，因为咱真心悔改，咱就得到圣神奇妙佮温暖的力量，将咱顶头生出来。敢若亲像咱正一个婴仔的时阵，你也敢毋知你的老爸，也敢毋知你的老母的时阵，伫老母的腹肚内底。伊迄个所在关心你、照顾你，然后将你生产出来一样。但耶稣伫这个所在讲一句话，讲咱的顶头生，拢是要互咱会通得到顶头生，是爱付出极大的代价。特别是要互一个罪人会通得到顶头生，这个大的代价就是伊圣经耶稣基督，伊就爱死伫十字架顶，用生命换来生命。上帝人民的疼，伫耶稣基督十字架世间人显明。所以保罗先生讲，当咱抑阁是罪人的时阵，耶稣基督死伫十字架顶，上帝的疼对迄个所在咱显明。这下拢要甲咱讲，顶头生毋是倒去你肉体老母的腹肚内底，对肉体过来生。顶头生是咱倒去到伫上帝人民的疼，就是圣神对圣神来顶头生。所以，就咱会通得到顶头生来讲，圣神通称作是咱灵性生命的老母。圣神毋仅是互咱会得到顶头生，伊继续用温暖的疼咧保护咱、运用咱、造就咱新的生命，互咱这个顶头生得到旧的生命会通得到养育，会通得到造就，就愈来愈长大成熟，来形成耶稣基督形体。就亲像老母。要担当生产的苦难，用伊的腹肚来孕育腹肚内面婴儿自然的生命共款。圣神是用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疼的怜悯甲慈爱来孕育咱灵性的生命、精神的生命，甲着永远的生命。但圣神亲像老母，咱有缘会通对耶稣的言论中间进一步来说明。耶稣要受难进前。伫受难周，伊爬到伫山顶的所在，伫山顶遥远来看耶路撒冷城。伫遐伊吐气安尼讲：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常杀先知，佮用石头点死迄个风车来到伫你中间的人。
我外人世界要自接你的儿女，亲像家母自接细只鸡仔，伫伊的19下来保护恁，总是恁无愿意。耶稣感慨当初时，这犹太人照因家己的意思，无愿意倒来到伫上帝疼的怀抱。罗马政权敢若是天空的飞鸟，随时要来掠一群的细只鸡仔，总是即群的细只鸡仔宁可选择家己的路，也无愿意自接伫家母的19下，通得到保护。上时咱知耶稣毋仅是要保护因，因无爱受保护，落尾因将耶稣交伫彼拉多的手下。圣神亲像老母，咱嘛会通对耶稣基督关于圣神的描写来做一个了解。耶稣要定十字架进前，伊对学生讲：“我要求爸，爸就要另外赏赐恁一个保惠师，要互伊永远甲恁三角地带，就是真理的圣神。”耶稣在当伊离开的时阵，伊所有这学生心内的忧伤，圣神来就是要互因心内忧伤会通除去。当学生看见耶稣必定十字架，因心内有惊吓，圣神来就是要互因心内这个惊吓会通除去。上时阁要教导学生进入一切关于耶稣基督拯救的真理。这个真理有的是耶稣已经捌教因，总是当初时因还阁无法度明白；有的是耶稣还无有机会来教导因。总是当耶稣要离开这学生的时阵，伊无要互这学生成做孤儿，所以伊找圣神这另外一个保惠师，就亲像老母共款来安慰学生、陪伴学生、鼓励学生、教导学生。圣神亲像慈爱老母，一方面用伊怜悯的疼，互咱得到顶头生；圣神亲像慈爱老母，用耶稣基督的真理来养育咱，来教育咱。来养成咱的生命，互咱的生命伫耶稣基督内面会通得到长大。但亲爱兄弟姊妹，咱通过这5讲，咱讲到圣神真一个比喻。圣神亲像风，亲像气，亲像钱啊；圣神亲像火，亲像水，亲像膏油；亲像灯，亲像印，亲像冰具，亲像目睭，亲像角。亲像杯的脸啊，毋也是安尼。今仔日咱通过圣经看见圣神，也亲像手，亲像衫，亲像慈爱的老母。无论是手，无论是衫，无论是慈爱老母，这是咱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中间，咱拢会通经验到的。咱也通过这个，咱会通经验到的来了解圣神，了解圣神要伫咱的身上所做的工。详细了解圣神要带予咱的帮助。当咱摸着咱的手，也是举起咱的双手的时阵，互咱通想起圣神，咱通恳求圣神亲像手，帮助咱，拯救咱脱离危险，引带咱行应该行的路，管教咱，若是咱需要得到管教的时阵，扶持咱。如果咱感觉软正的时阵，咱也恳求圣神将咱举起；当咱感觉咱家己咧坠落的时阵，咱家己感觉软正的时阵，圣神会通听你的呼求，将你来举起。当咱咧穿衫的时阵，互咱会通想起到伫圣神，咱通恳求圣神亲像衫，也是帮助咱会通穿耶稣基督。的救恩已经为着咱所备办这领义的外衫，互咱会通进入到伫上帝国的宴席，上时圣神点伫咱内面咧编织一领衫，就是这领光明清气的又细麻衣又挂布，互咱会通进入到伫羊羔的喜宴。当咱看到家己的老母，也是想起到伫别人的老母的时阵，互咱想到伫圣神。咱感谢圣神，要亲像慈爱的老母，互咱的灵性的生命得到顶头生。咱也通恳求圣神，亲像老母共款来养育咱，来安慰咱、鼓励咱，互咱的新的生命渐渐长大成熟，有耶稣基督的形象，会通结出较水的果子，通荣光上帝。
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神是何等的奥秘，伊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，伊要伫咱所信的人身上所要成的工是何等的宝贵。这是安怎？耶稣讲，恁祈祷天父上帝时阵，爱求伊赏赐一项物件。这个好物件，恁着求伊，伊就要赏赐互恁。这个物件就是信心。这嘛是安怎？耶稣吩咐所有学生讲，恁着爱听候，恁着爱听候，听候圣神降临伫恁的身上。这嘛是安怎？咱常常伫咱心内祈祷的时阵，咱来祈祷讲，圣神，请你来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找见圣神来到伫阮中间。伊来要亲像手拯救阮、引带阮、管教阮、扶持阮。阮要向你恳求，求你的圣神亲像手来坚固阮的手所要做的工。圣神来要亲像衫，要伫阮的内面顶头来编织。将阮回应上帝的救恩，遵照上帝诫命所行的义，编织成做一领光明清气的幼褂衫，互阮穿这领衫欢欢喜喜来赴羊羔的喜宴。圣神，请你来，你会通亲像一个老母，用你温暖的疼来造就阮的生命，塑造阮的生命，互阮的生命愈来愈长大成实，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欢喜将圣神赏赐给那向你求讨的人。当这个时，阮伫这个所在向你恳求，赏赐圣神互阮，赏赐圣神互阮的教会，赏赐圣神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互阮无成做孤儿，互阮有圣神伫阮中间。做阮的保惠师，做阮的帮衬，做阮的手，做阮的目睭，做阮的风，做阮的水，做阮生命中间所需要一切。恳求你来，圣神，请你来，感恩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无尽山温暖。
应太守。